迄一暝，風雨的迄一暝，提出着離開故鄉的勇氣。那只有的旋律，聽着淡薄仔甜，渡海內心的稀微。父母無囝，情難離，感着子女來相思，車頭相送，陣陣傷心，耳邊啊又響起。啊卡卡卡，迄一暝，成功在佇倒位？哈哈哈哈，迄一暝，青春男兒要來去。哈哈哈哈哈哈。盧大哥，老師你好，你的技巧沒有話講，唱歌的丹田的氣力，你唱歌的曲式的技巧，真正是足好的。但是有當下就是，譬如講哦，這首歌伊有真儕啊的所在，那這個啊呢，你到底是要啊，還是要卡？因為你唱到尾啊，攏是變卡卡卡卡卡。這個假字唔是講一定愛100%安怎，唔是，是講因為伊這首歌落尾這個尾段開始啊真濟，而且是特色，伊這首歌的特色，而且是唱上懸，丹田開到上大力的時陣啊，你迄個啊一出來，唔是啊，是變成卡的時陣，我感覺有較可惜。敢若可惜這句出啦，無我感覺這首歌攏唱得足好啦，其實已經無毛病啊啦。啊，就因為比賽無法度，一定要挑出你們一些毛病來做一個比較，敢若安尼爾，有兩個攏是足好的表演。好，謝謝。其實我在看兩位比賽，我都覺得你們唱的是人生，就是要到了一個歷練之後唱出來的東西，真的是年輕人做不到的。我每次到這個單元，我都很感動。我剛剛鼓勵阿德老師說，過幾年他也來比賽，對，因為他最快可以來比，對。然後你就發現，其實唱歌其實除了技巧以外啊，音色技巧以外，其實那個你對於這個歌詞的體會，對於人生的體會，也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真的很鼓勵大家，就是要唱歌，要一直唱歌，對。謝謝兩位，謝謝，謝謝老師。